月初，日本航空甲海保厅飞机相撞，日航开记者会会室内，同时嘛宣布新任的头一位空服员出身的女社长。就地气旋落南，欧洲北美洲降到零下40度，美国奥勒冈州已经有5个人因为天气伤寒请公死。厄瓜多顶礼拜受歹徒冲入第4台开枪，迄阵正咧调查枪杀案的检察官昨晚去互弹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个月初2，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日本航空的客机甲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日航当时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会室内，同时嘛宣布由鸟取三丁子接任社长，是日航头一位由空服员出身的女社长。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月初2发生日本航空客机甲海上保安厅飞行机相撞的事故，造成海保机5名职员死亡的悲剧。日航17召开记者会，社长赤坂佑二向大众会室内，而且向罹难者致哀了后，空调专家指出事故的原因有可能是航班甲空中高管中心伫对话过程发生人为疏失所造成的感触真深。航空機と艦船のやり取り、これは未だにやはりアナログな世界が残っておりまして、ここは一つの大きな航空業界としてのリスクとして捉えてきたわけであります。長年ですね。赤坂佑二表示，暂时全球各地航班甲航空高管对话有关使用类比信号，缺点是较会受到杂讯影响，特别是信号受到复杂真侪解，也是长距离的传输了后，常常无法度听清楚。希望全球航空业拢会当为这届事故受到驾驶，找出其他方式来解决。检讨事故的同时阵，对客机的乘客全部平安渡难。赤坂佑二嘛学罗机组人员充分发挥训练的经验，嘛感谢乘客配合。了后嘛宣布，为今年4月开始，要甲公司的执行董事鸟取三金子升职起来做社長。チーム経営を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そういった観点で長くお客様サービスあるいは安全に従事してこられた鳥取さんというのが非常にふさわしいなと。今年59岁的鸟取三金子过去要是空服员，一直咧做客户服务的工作，在着年资一路做到做厂长、客户总经理在职务了后，暂时任职执行董事，是处理集团客户的总负责人。伊是日航史上头一名女性社长，嘛是头一个空服员出身的社长。暂时的社长赤坂佑二，如果会伫4月接任会长的职务，原本的会长职务疫情会伫4月下任了后，6月佮下任董事的职务。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欧洲、北美洲拢当咧落大雪，算到昨美国的奥勒冈州已经有7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是因为天气伤寒请公死。这北美洲上低是降到零下40度，欧洲的瑞典降到零下43度6。这波灾情上界主要的原因叫做极地气旋。这平常时的时阵，气流若是稳定，冷空气就是维持伫咧这南北极的范围内。不过，若是空气的温度升高、气流无稳定的时阵，这冷空气就会去互热空气直接捽出来。所以讲，后壁即寡互冷空气砍掉的地区，天气就会寒甲干入骨。全美国各地持续去拄到真悬威胁，太平洋西北地区包括华盛顿、奥勒冈、爱达荷甲蒙大拿这州，搁再面临暴风雪威胁。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部分地区17发出结冰的警告，搁加顶礼拜六有强烈的风暴，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7条人命，有5个人是因为天气寒冷向死亡，也搁有超过5万户断电。当地政府警告，可能也搁会停电。北半球这波寒冷的气候主要是极地涡旋的影响。所讲的极地涡旋是指南北2极地的天顶，顶悬有真大的圈流，包围寒冷的气团伫极地长势。毋过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天顶冰流层的空气温度升悬，互极地涡旋大幅度向南吹，形成喷射气流。极地冷空气也同时向南移动。北美洲真侪所在出现低温，上低达到摄氏零下40度。欧洲、瑞典达到摄氏零下43.6度，创下25年来1月最低温的纪录。比利时布鲁塞尔摄氏深度有5公分。
Today the weather is completely okay for me because I'm from Russia, so we have a lot of snow, and here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I mean, the Brussels covered by snow, it's something amazing. 17个大雪嘛，致使交通大乱。挪威首都奥斯陆主要机场临时关起来，嘛造成火车停开。德国法兰克福的机场嘛大乱，几着100台往回法兰克福的航班取消。慕尼黑机场有250班航班受影响。德国国家铁路部分列车取消，有一寡是爱降速，以免造成意外。 Ja, ich habe nur Stress gehabt, schon seit gestern. Der Flug in 2 Stunden ist annulliert worden, dann hat man mich umgebucht, dann hat man mich downgegradet und nun zu guter Letzt wieder annulliert und jetzt fahre ich mit dem Zug nach Berlin. 法国的北部城市阿拉斯17嘛落5公分的雪，民众伫雪地伫耍牵雪球。即届极地涡旋毋但造成大雪，一寡所在嘛透强风。气象专家表示，即几天欧洲暗暝的温度拢会保持伫0度以下，一直到18再起。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天气变热，除了造成极地无稳定，这全世界上界大的冰山大号 A23A， 面积大概是有14.7个台北市遐尼大。伊本地是跨沙伫咧威德尔海已经40年啊。不过，即阵科学家是发现讲，伊正咧向南大西洋所位。咱来看这摄影师翕到的画面。画面上，这座看袂到前方的冰山，都是大号 A23A 的世界上大冰山。目前，伊正咧渐渐啊飘离南极圈。 This thing broke away from the Weddell Sea, the Filchner ice shelf, over 35 years ago. It's finally free and got into the Southern Ocean. Incredible. 这座冰山伫1986年自南极冰被放弃了后，就靠达伫附近的威德尔海海床。伊的面积4000平方公里，宽18公尺，是台北市的14.7倍大。2020年头一摆发现，开始刷叮当，最近是受到强风甲洋流的影响，有加速漂移的现象，已经通过南极半岛北边，向南大西洋南边的南奥克尼群岛挖近。伫现场看到的摄影师发现 A23A 底部有微型的壁层，加落落个坑，科学家研判，这座冰山受到全球暖化海水温度相关的冲击，体积也一直缩小，将基尾会飘到南大西洋个洋去。We are trapped in a deadly cycle. Ice reflects the sun's rays. As it vanishes, more it is absorbed into the Earth's atmosphere. And that means more heating, which means more storms, floods, fires, and droughts across the globe, and more melting. 联合国秘书长去年11月亲自到智利的南极基地考察了后，把对冰山小洋会使极端气候加重提出警告。当时，互科学家烦恼的是，伫冰山漂移的过程，将会对海象生态造成冲击，可能阻断岛屿上的海拔徛高甲海鸟垂食的路线。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A23A 扬做水了后，会将氧温带到海洋滋养生态，也可能对部分生物有利。公司新闻张慧婷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航空宣布头一位女社长鸟取3弟子。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一篇发布伫咧生物论文共享平台研究报告，亚康中国的研究团队2017年捌制造出互鸟鼠目睭变白、致死率100%的新冠变种病毒，这是引起科学界烦恼。英国《Times》报道，好莱坞的影星阿诺·施瓦辛格，昨入境德国的时阵，袂记咧申报一粒珍贵的手表啊，全去互海关拘留3点钟，保释了后才放出来。煞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因为出现几落件囡仔身份证明疑似造假案件，挪威甲丹麦宣布暂停对菲律宾、泰国、台湾阁有南韩收容囡仔。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澳洲昆士兰因为大雨做大水，南美洲入侵的红火虾结做规员对水流牵线作收，这红火虾的危机恐惊是愈传愈快。镜头换来看南美洲的厄瓜多，即摆厄瓜多全国是逼出一大堆犯罪事件，顶礼拜有乌道的偷人盗角，阁有歹徒冲入电视台开枪。即阵当咧调查电视台枪杀案的检察官竟然嘛去互打死。虽然总统是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过军队犹原是无法度甲犯罪压落来。车窗拢是枪支空，警方甲监视人员当地现场勘查采证。厄瓜多顶礼拜才发生电视台互歹徒弄入去开枪，
调查这件案件的检察官斯瓦瑞兹17所传出伫中部城市2亚基尔遭枪杀身亡。当地媒体报道，斯瓦瑞兹遭枪击迄当时当的赛车地点就挖进伊的办公室。Y realmente es una injusticia lo que han hecho porque los criminales de este país se están tomando el poder de una manera tan vil, cegando la vida de una persona humilde. 案发生前一天，斯瓦瑞兹捌甲媒体讲，警方并无提供伊人身保护，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斯瓦瑞兹身亡，敢是甲调查电视台枪击案有关系。不过，伫伊进前几啊年来，已经有几啊名检察官甲法官互乌邦枪杀，显示厄瓜多犯罪势力摊开。Los grupos de delincuencia organizada, los criminales, los terroristas no detendrán nuestro compromiso con la sociedad ecuatoriana. Continuaremos con más fuerza y compromiso. 厄瓜多过去捌互看作拉丁美洲的和平堡垒，所互跨国灭毒集团利用因的港口向欧美输出毒品，造成国家治安败坏。去年更加发生达到7800件的谋杀案，全国犯罪集团有20外个成员超过2万人。厄瓜多总统诺普亚这个月已经宣布国家进入60天紧急状态，佮下令军队压制迄寡互国家看作恐怖组织的犯罪集团。不过帮派分子颠倒发动爆炸袭击，造成真侪平民甲执法人员受伤。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咱头拄则看到厄瓜多治安败坏，这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毒品这魔手存到厄瓜多。厄瓜多的厝边哥伦比亚、秘鲁甲玻利维亚，拢是这古柯碱的大产地。因为这厄瓜多的边境管制无遐尼严，所以讲这三国都拢甲因的毒品送过厄瓜多，对厄瓜多出口送去全世界。根据2021年资料，欧美国家查到的古柯碱有1/3拢是对厄瓜多出口的。而且这寡毒贩是利用厄瓜多的金蕉产业，把这毒品藏伫咧金蕉货柜内底运出去，害厄瓜多变做毒品的转运大国，治安陷入万地深坑。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斯港抓箱仔顶甲地点，查毒品的人员甲装金蕉的箱仔拆开，下骹是藏滚落站的古柯碱。2023年8月23，西班牙警方甲海关掠到有史以来上大站的古柯碱走私案。对一只厄瓜多的金蕉货轮超出1080克的毒品，重量挖近9.5吨。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2021年，全球古柯碱的产量达到2304吨，多数拢是来自哥伦比亚、秘鲁甲玻利维亚。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指出，2021年欧美国家查到的古柯碱1/3来自厄瓜多，是2018年的2倍。用金蕉货柜偷藏大量的古柯碱是上界普遍的走私手法。厄瓜多是全世界上大的金蕉出口国，全国金蕉会集中到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经过整理了后，装做一箱一箱送就货柜运往海外。这款运产流程竟然是暗中犯罪链。厄瓜多使用美金，边境管制无介严。过去5年来，来自哥伦比亚甲秘鲁的古柯碱藏伫咧金蕉下骹，偷偷送去欧美各国。厄瓜多的金蕉经济甲毒品走私斗甲麻麻，成做新形态犯罪途径。No ya es la seguridad integral de los trabajadores dueños de finca, porque todo esto ha desembocado a nivel nacional y en las zonas rurales a distintos otros negocios de estos bandos delictivos。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事件，嘛，互厄瓜多对和平的国度变作暴乱的所在。对2021年到2022年，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死亡人数是有4600人，2023年顶半年就累积超过3500人。2023年8月7日，高调主张对抗帮派犯罪甲贪污的厄瓜多议员维拉维森修，伫咧竞选总统的行程当中，去互开枪弹死。伫咧厄瓜多的犯罪历史顶头，留下真恶质的记录。甲毒品集团完整的犯罪联比起来，厄瓜多的警方应对真慢。预计要到2024年中，才会伫咧主要的港口全面启用扫描的机器来查毒，恐惊是真歹化解厄瓜多的毒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泰国中部素攀五里府昨下晡受做炮火的工厂爆炸，上无有19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而且这间工厂2022年才爆炸一届，这回顶届是1死3伤，这阵出代志，死伤是比顶一届更加严重。
警方持灯咧调查，这当中敢有牵涉非法的案件。事发现场一直称烟，涂骹四界拢是金属的物件，发生爆炸的工程已经变作白地，看袂出建筑原本是什么型。泰国中部所判武里府一间破工厂，17日下晡发生爆炸的意外，警消接到消息，就随过去救援，但是现场敢若找到崩甲破鼓鼓的尸体。ในเบื้องต้นเนี่ยตอนนี้มีพบศพที่มีการคลุมผ้าไว้เนี่ยประมาณ20ศพ。当地政府一开始的报告是讲有23个人死亡，但是后壁各改做是19个人死亡，另外有3个人失踪。人伫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泰国总理赛塔，嘛特别来表达关心。这摆出代志的工厂边拢是田，拄到一栋楼厝玻璃窗损损，无影响到其他的民家厝。这是这间工厂第2022年的时阵才发生过爆炸意外，迄当阵造成1死3伤。无偌久，同款的悲剧搁一摆发生。警方指出讲，事发的工厂有执照，是合法经营，会搁查因敢有涉嫌不当的行为。泰国的破工厂发生意外，算是定看的。去年南部的多公府嘛有一个烟火仓库爆炸，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悲剧。伫同一年，北部的清迈嘛有破工厂爆炸，造成11个人受伤。外国媒体报道，泰国对相关建筑安全的管理无确实，才会造成这种致命事故常常发生。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南韩三星推出一支新款的手机啊，主要是要行销因的 AI 功能。公司会当哪讲电话，就会当哪翻译，计共会晓翻译13种语言。因是广告讲这是全世界头一支会当即时翻译的手机啊，目的就是要甲苹果相拼。接听电话时，拄到未晓的外语，要安怎沟通？这个难题即马用手机都会当随解决。南韩手机大厂神总则是推出上新款的，叫做是 S24系列强大人工智慧 AI 功能。上大的功能就是使用者通话时会当提供随翻译。When you make or receive a call in a language you don't speak, the Galaxy S24 series can provide live translations of your call, both verbally and on screen, right away. 叫做是 S24，无需要搁下载相关应用程式，而是使用家己的生成式 AI， 资源包括中英法日韩、加泰语、德语等13种语言的即时翻译，伊也会记使用者的语言设定，加每一位联络人使用的语言。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palace.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Perdón, estoy buscando el palacio. ¿Puedes decirme cómo llegar allí? 先生强调，这是世界第一款会当提供即时通话翻译功能的手机，而且伫设备上搭配 AI， 免将资料传送到云端，对个人资讯来讲更加安全。新款手机也个应用 Google AI， 利用简单手势就会当宽选画图、搜寻想要得到的资讯。相片处理上，除了增加理解，也会当透过生成式编辑，互使用者扫动动物体，也是任务了后自动去补空的背景。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generative AI, but Samsung actually started to deliver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find very interesting. 强大 AI 功能，就是为着要赢战苹果。苹果去年 iPhone 出货量超过2.34亿台，比神送的2.26亿台悬，是全球第一。这和2010年以来头一摆是智慧型手机第一的神送真压力。Apple's been really good at just doing things that make people feel like their phone is doing more for them. I think the kind of things we saw today, some of these translation capabilities and what have you, are going to sway things,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back to the Samsung side because that kind of stuff you can't find on an iPhone. 新款手机伫美国介绍是$799起跳，上高价的型号是$1299，比过去起$100。另外，消费者对新功能更有兴趣，爱过1阵仔才会当知影。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英国伦敦市中心高塔车，货运业者为着要省时间，嘛无想要纳塔车税，所以讲就开始用这电动脚踏车来送货。因为真环保，所以讲市府嘛真鼓励，预计到2030年，当年会当减少3万吨的碳排放量。
在伦敦北部真无样的街路，水电工小莫莱特真紧穿过真长的塔车，顺利去下一个工作地点。伊2年前将工作所用的福特小皮卡换做电动脚踏车，制造轻便的工具上路，就安尼摆脱恐怖的塔车噩梦。过去逐工上济接5人的有约，即马用接到7、8个，收入变济，阁省真济油钱。小皮卡都正做客物件的车，大型安装，就互厂商将设备直接送到客户的厝内。Being stuck in traffic like this can make me feel quite pressured. If I need to get in a certain amount of jobs in a day, if I'm running late for an appointment, I know on my e-bike exactly when I'm going to arrive to the nearest minute or two. 伦敦这间物流公司日落也大量用电动脚踏车来送货，因主要客户是市区的技农艺术家工作室甲表竞争相关业者。共同创办人谢普讲，电动脚踏车是伦敦市区物流流通上理想的选择，不只符合艺术界的客户对环保的愿望，也搁较紧搁省钱。I think sometimes we might be doing sort of 30, 40 deliveries a day on a cargo bike, a van, 8 to 10. 伦敦开车不只有真贵的踏车税，连超过碳排区的范围，有一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城，老旧车驾驶面临真悬的空污费的负担。伦敦为达成2030经营摆脱都市目标，也推动废分脚踏车计划。控制新冠疫情以来，山顶买物件大爆发，互物流排碳量增加。当局估算安尼做，每年应减少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电动再会脚踏车业者认为，这产业的黄金10年都要到位。Every day in the paper there's another thing. London's traffic has grown to a halt. Fuel prices have gone through the roof. ULEZ, pollution, this, that. It's just everything. It's like a pyramid that has basically built the market for e-bikes. 但被荷兰等欧洲国家原本就骑脚踏车传统地形甲相关基础设施拢正优先，各有价高污染时代，电动废分脚踏车正是王道商机大开。上大市场德国去年就卖出165000台，后边的英国市场也出现爆发式的成长，今年前5个月卖就增加3成，互业者对后市充满信心。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氢能碳排放低是国家正咧大力发展的新能源，德国就已经把氢能列做国家的能源重点。即阵是已经有全世界头一台正咧营运的氢能火车，而且佫有规划火车专用的加氢站。RP33 列车入站，也毋过详细看，列车顶面无电缆线，也毋是烧柴油，伊是全球第一列营运中的氢能列车。It's not as loud, and at least like from you don't hear any motor, of course.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hing. I think it's great. I live here and I travel to work with a train, and so it's good. 氢能列车是法商阿斯通制造，德国联邦政府甲下萨克森州政府买。当地 EVP 公司负责营运，2022年8月上路，目前拢总有14列。Air conditioning unit is in front of the booth, and then you can see quite a large segment. And these are the hydrogen tanks. That is where the hydrogen is stored. It's the safest place in all of the train, because if there should ever be a problem, we never had problems, but if should ever there be a problem, the hydrogen would just go up into the air. 氢能火车原理是镀氢管的氢伫燃料电池中加氧气作用，然后发出电，储存伫火车下面的电池中，供电予摩打驱动火车。氢气会当烧，而且大量聚集，可能产生氢爆，所以镀氢管装伫车顶，一旦泄漏，就会直接扩散到空中。火车也有专用的加氢站。There are 2 tanks. In every tank are about 130 kilograms of hydrogen. If the tanks are fueled, we can drive the train about 1,000 kilometers.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火车专用的加氢站。目前氢气是来自附近化学工厂的副产品，也就是所谓的火氢。氢气依照来源为天然气顶化作燃料重组的叫做火氢，过程中将碳收集落来封存的叫做钠氢，钠排碳上低是氯氢，由再生能源电解水而成。
氢能火车要真正用到热氢，就爱搁等咯。 Maybe 2 or 3 years, we want to produce a hydrogen here on site directly for the trains with an electrolyzer system. The green electricity comes from windmills and solar parks here directly next to the station. 为着世界头一组氢能列车，德国联邦政府甲下萨克森州政府今年来已经投入9000万欧元，超过30亿台票，而且也要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话是所味》，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